主后2023年12月17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先，咱来听读圣经《列王记》上卷第6章11节到13节。上主对所罗门王讲：关系你所起这间圣殿，你若切实遵行我的规例、命令甲诫命，我就要对你实现我应允你的老爸大毕的话。我要踮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一定袂放杀我的子民以色列。祝你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大王在位的时最大的心愿甲遗憾，就是要为着上主上帝建造一座通永远安放约柜服侍上帝的圣殿。大毕也为着将来要起造圣殿，奉献袂少金钱、财宝甲材料。毋过上帝讲，伊的手捌会真济无适合做起圣殿的代志，日后会由伊的囝王位的继承人来完成这个事。所以大毕有心要做这个工程，毋过后来是由所罗门王接续来完成这个计划。咱伫今日要读的圣经进度是《列王记》上卷第5章到第6章，就是咧讲圣殿的起造甲完成。这2章咱也通伫历代志录下卷第2章到第3章读到，通做一个对照。第一小段是所罗门向希兰王请求供应起圣殿所需要的平阳树，第5章1节到6节。有一摆，太尼王派使者来见所罗门王，望讲双方会当加强两国的邦交关系。太尼位置伫以色列北边，一面靠地中海，海岸线有200公里长，是航海贸易的国家。境内也出产中东上较高贵的黎巴嫩平阳树的木材。太尼王伫大毕在位的时，甲大毕是好朋友，两国交好。因为安尼，太尼王伫大毕过身，所罗门继位以后，也想要维持甲以色列友好的关系，就差派使者来见所罗门王，也商议两国互助互惠的合作方案。所罗门王提起伊想要完成伊老爸大毕在生想要起造圣殿的遗愿，需要黎巴嫩山区平阳树做建材，所需要的木材、工资甲运金，伊也会照付。第二小段是第5章7节到12节。所罗门王甲希兰王成交签合约。太尼王希兰答应所罗门的合作方案，也愿意提供平阳树甲青树的材料，透过海运甲陆路运送的方式，拖到交会的地点，予所罗门派人运到耶路撒冷。所罗门也答应供给小麦甲橄榄油做交易，双方满意就签订合约，也彼此和平相处。除了彼此的贸易以外，以色列也诚做太尼伫东边安全的保障，太尼也保护以色列伫海上航运，通讲合作两利。
第三段是第5章13节到18节，遮讲到所罗门的强制劳工。所罗门为着要去圣殿，其实咱若看后来也知，包括王宫甲其他的建设，需要大量的劳工，当然也需要有监督甲其他的督工。第4章第6节有讲过，所罗门王有设立亚大的囝亚多尼兰做强制劳工的监督。但现在亚多尼兰就大发挥伊做强制劳工监督的职权。所罗门王有派3万个劳工轮流去黎巴嫩做外劳，做1个月休困2个月，一年爱出动4个月。另外也有搬运工7万，拍石工8万。这人为着做苦劳去圣殿准备材料甲石材，通讲这是真重的担。第4段讲到所罗门伊起造的圣殿，第6章1节到13节。这所在清楚记载圣殿开始起造的年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480年，也就是所罗门做王的第4年2月，时间大约伫主前965年。圣殿的样式大约像会幕，只是比会幕较大2倍。长度是27公尺，宽度13尺半，宽度是9公尺。内面包括圣所甲至圣所。起造圣殿的石材是事先伫拍石仔场就拍好，所以起造的时就减少遮个噪音甲升起搬运的过头重量，减轻负担。大柴主要是用来做梁甲厝顶。上帝也对所罗门讲关系伊去圣殿的2点应允：第一，你若确实遵行我的规例、命令甲诫命，我就要对你实现我应允你老爸大笔的话。第二，讲到我要踮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一定袂放杀我的子民以色列。第5点是第6章14节到37节，讲到圣殿的结构、设备甲装饰。圣殿主要分做殿前的走廊，深4公尺，宽9公尺。正殿也称作是圣所，长度是18公尺。内殿也称作是至圣所，长悬宽也拢是9公尺。圣殿的外壁是石头，内壁是按高贵的片茶。门甲门线有的是橄榄茶甲松树。茶的顶面有刻基路伯、符仔、樟树甲花蕊。然后圣殿的内面包括壁门、地板，也拢是会搭金仔包咧，所以真富丽堂皇。上界特别的是，圣殿的内殿有刻2扇法式仔的基路伯，悬4公尺40公分，室仔的长度也各2公尺20公分。所罗门伊在位第4年开始起造圣殿，伫伊在位的第11年完工。
也就是讲圣殿头尾用7年半的时间来完成。咱对量期上悬第5章到第6章，通学习到什么种的教示？头一点讲到着爸囝同心，有志加兴。特别建立以色列王国王朝，后来传位予伊的囝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继任以后，也不负大笔所托，甲以色列国发展诚侪东西中东1:1的强大国家，甚至埃及的法老王也将公主嫁予伊。伊统辖的领土也毋简单是对澹到别是巴，是北到大河幼发拉底河，南到埃及小河，真广大的土地。毋过，大笔传承予所罗门两代王朝会当大大兴旺的秘诀，在于因拢敬畏上主，遵行上帝教示诫命，而且特别有心建造圣殿，有奉献甲资助建殿的资金材料。遐个还无够额的，就由伊的囝所罗门接棒。所罗门毋但甲遮个补足，而且佫完成起造圣殿旷世大工程。所罗门王所起第一圣殿，大约伫3000年前完成。虽然圣殿长20公尺悬，3.5公尺宽，9公尺，用今仔日建筑的规模甲技术来看，这并毋是诚大佮困难的工程。毋过，迄段当时是3000年前，主要的材料是对几百公里以外的黎巴嫩山区来测，了完全靠人工错树仔运到伫海边来装船，靠海靠岸了后，才慢慢用人工拖到伫耶路撒冷，也就是锡安山边仔的摩利亚山。以外，还佫有需要袂少的石材，也是需要对矿山来开采，暂测了后搬运到伫施工头尾用7年半，而且动用的人工爱18万人，可见当时这是一个不得了期待的工程。相信咱大多数人伫以前读册时，捌读过一个叫做愚公移山的故事，讲有一家伙仔的人，因住伫深山斗底，出入无方便。有一天，家主愚公就调集厝里的人，开始有闲就掘造山路。有人笑因真戆，毋知要学掘到民国几年。若是愚公讲，伊即一代做袂完，下一代接续做，下一代若还佫做袂完，孙仔辈接续做，有一天也一定会当挖出一条山路。咱看有诶企业会当传承几若代，伫日本也有一个家族专门伫做修理古庙，传承千外年的工艺。咱看到大笔甲所罗门因爸囝同心，毋但互家庭甲国家得到大兴旺，而且因所起造的圣殿也伫有志的中间，疼主疼人，成做万国万族万世的福气。咱也通对伫咱的祖先所传承遮个美好的信仰甲志业，
透过咱甲这美好的信仰甲职业继续传承，互咱的子孙。第二，伫遮讲到爱珍惜老爸的好朋友。过去捌讲过，代表伊在生的时，伊认捌交陪袂少的朋友。今仔日的圣经也讲到，太尼王规翻译是催罗，虽然是代表的好朋友，太尼王也愿意甲代表的囝所罗门交好，因为安尼两国的外交、经济、国防会当有深入的交流往来。互相得到大利益。所罗门王伊去做圣殿甲王宫的木材，以及工匠师傅也是靠太尼王的援助。后来所罗门甚至组织甲发展海上贸易商队，也是靠太尼王因遮个腓尼基人的协助发展的，可见所罗门伊珍惜伊的老爸的朋友，也得到大帮助甲利益。莫怪所罗门伫箴言27章第10节讲：你的朋友甲老爸的朋友，拢毋通去杀。所罗门伊的智慧、聪明，毋但珍惜老爸的好朋友。而且也互老爸好朋友成做伊人际关系的好资产，营造新的人生甲事业新的境界。这也通诚侪咱的学习，甲着爱珍惜的资源。第三点，主耶稣道成肉体是真我上帝的圣殿。圣殿是敬拜上帝新的会幕。是安放约柜的所在，也就是上帝的厝。上帝徛起甲伊的子民同在的所在。所罗门王去造的圣殿，一般称作第一圣殿。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灭掉犹大国，圣殿也受拆毁。后来经过70年后，波斯皇帝允准流亡的以色列犹太人回归故乡，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甲圣殿。迄时第二圣殿才重建。到耶稣的时代，大希律王整修扩大第二圣殿，圣殿才搁恢复富丽堂皇、宏伟的建筑项目。当耶稣出世以前，天使约瑟宣告，玛利亚所怀孕的是对圣神来的查某囝，也引用旧约先知耶利米的话讲：你看，在室女会怀孕生囝，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。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，就是上帝实实在在成做一个人，也是真神。耶稣踮伫咱中间，就是上帝以马内利。约翰福音第2章19、19、20节，耶稣应讲：恁拆毁即间圣殿，3日内我要搁甲伊起来。因讲，即间圣殿46年才起好，你3日内就要起来哦。其实，耶稣所讲的圣殿是指伊的身躯。伊对圣中讲话以后，伊的门徒才记得伊捌讲安尼的话，讲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。圣殿是有表耶稣的身躯，通讲就是教会。
基督伫倒位，教会伫倒位，倒位就有上帝以马内利的同在。大希律王足足用46天修建的第二圣殿，伫罗马人消灭犹太人的主后70年的时，圣殿也一并拆除应验主耶稣讲圣殿的石头，无一块踏伫另外一块的顶面。现今也只有剩圣殿西边的外墙，称作是靠墙来受冰吊。人起造的圣殿，无论是所罗门的第一圣殿，也是大希律用46年的时间整修第二圣殿，也拢毁坏去。毋过，主要所是天顶耶路撒冷圣城的圣殿，伊也是人间唯一真实的圣殿。伊是咱的救主，是咱的上帝，是以马内利道成肉体伫咱的中间，甲咱同在。当咱咧迎接圣诞节，也愿咱有即种的看见甲体验。结尾来讲，无论是去造圣殿，也是去造教会，这拢是大的工程。教会是基督身躯，也通解说是属灵的主，是主圣神的圣殿。最后，咱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11到13节。以所属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养的，甲教导的。伊安尼做，是要装备上帝的子民，通过侍奉的工作来建立基督的体。最后，咱拢通对上帝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捌来长大成人，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伫即个准备圣诞节抬杠节的第3主日阮用喜乐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敬拜甲服侍。阮嘛透过今仔日的圣经所读，知影所罗门因爸囝同心来完成圣殿的起造建设。所罗门也珍惜伊的老爸的好朋友，就通扩展人生新的境界，也成做以色的一个祝福。也互阮知影，主耶稣你就是真实的圣殿临在伫人间，是教会，也互阮通因为这缘故，阮知影这个建造主你的教会是何等的重要，互阮也搁会晓得来扩展上帝你的教会来荣光主你的名。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搬过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